目前离奇的稻仔长个收，婚姻有农民是烦恼讲稻仔浸水会倒长，影响到收成，所以这几工是赶紧抢收。西联农会3个稻仔的看守场嘛宣布讲，这几工24点钟收稻仔。也毋过农会嘛提醒农民，佮还未到分到黄的稻仔，就唔通要赶紧抢收，影响到品质。天已经暗嘛，机器要伫田内底挂稻仔，最近风台愈来愈近。根据气象数资料显示，为台湾西半部登陆的几率悬。目前多是二期稻作收挂期，婚姻有农民烦恼稻仔，恐惊互风台吹倒，甲浸水，赶紧请大经业者来抢收。原本我拢是按算后礼拜才要采收，惊风台来，伊若风大雨大的话，我这膝盖有可能会倒去。都满满的啦，基本上就是。因为都要抢歌啊，因为都怕天气到时候台风太恐怖太严重的话，会导致倒伏。代挂业者表示，最近一天接到数十通电话，拢是农民要预约挂稻仔，先透早就出门报名才转来，一日上济也干能挂3架地。西联农会是启动紧急应应措施，全部37个看守场24点钟未休困。只要今日你挂掉机有去做挂掉机你挂起来，我就今天开始24小时无休专门来收，甲恁收掉收起来行的呢所以，互咱的农友会当讲你这段时间如果伊的车已经有够远会使收挂。即马讲延长，互恁收，恁会搁接无？会啦，咱对阮挂稻仔机的人较好啦。西内镇农会表示，今年2期17个收费计数70开盘，每100台斤上悬是24到15.9度，1220块计数袂歹，平均每分地收成差不多1400台斤。不过湿度愈悬，计数就愈低，若稻仔还未熟，唔通抢挂，则袂影响收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